2026年的夏天，對於整個華語娛樂圈而言，似乎被一層揮之不去的凝重所籠罩。7月的風帶着令人窒息的悶熱，當謝賢逝世的消息如同投入平靜湖面的巨石，瞬間激起千層浪時，無數人這才驚覺，那個陪伴了幾代人成長，永遠戴着墨鏡、梳着背頭、風流倜儻的四哥，真的已經退出了人生的舞台。享年89歲的他，留下的是超過一甲子的光影傳奇，是香港電影黃金時代的鮮活注腳，更是一個時代關於瀟灑與義氣的最後背影。消息傳出的那個下午，社交媒體幾近癱瘓，人們紛紛在感慨，一個築於舊時光的符號，終究抵不過歲月的磨情流逝。然而，就在這鋪天及地的哀悼與追憶聲中，一場備受矚目的葬禮，卻因為一個年輕人的出現，讓悲傷的底色悄然發生了一絲不易察覺的偏移，甚至讓許多人暫時忘卻了詩人已逝的悲痛。這個年輕人就是謝賢的長孫謝霆鋒與張柏芝的大兒子謝震軒 Lucas。這個剛滿19歲的少年，在爺爺的葬禮上，用一個給其自然卻又蘊含巨大情感張力的動作，瞬間擊穿了所有在場者與圍觀者的心理防線，讓無數網友發出了謝霆鋒這基因連保護媽媽都自帶電影正率的驚嘆。那一刻，人們仿佛不是在觀看一場現實的生離死別，而是在驗證一部講述傳承與守護的大銀幕巨製，每一幀畫面都流淌着名為血脈的質感。葬禮定在一個陰雨綿綿的午後，香港的天氣仿佛也在為這位巨星的隕落而垂淚。地點選在了北角的一處殯儀館，正如謝賢生前所願，一切從簡、低調而肅穆。靈堂外擺滿了圈內外好友送來的花圈，白色的玫瑰與百合交織成一片沉默的海，空氣中彌漫着淡淡的香氣，混雜着雨後泥土的潮濕氣息。謝霆鋒作為孝子，早早便抵達了現場。他一身黑衣，身形比往日更加清秀，墨鏡遮住了大半張臉，卻遮不住下頰緊繃的線條與嘴角流露出的無盡哀戚。自從7月中旬父親因肺炎離世，他便緊急從青島的演唱會現場返港。這半個月來，他不僅要以兒子的身份處理父親的後事，旋要強忍悲痛，兼顧着工作與家中繁雜的事務。面對媒體的長槍短炮，謝霆鋒始終沉默，只是雙手合十，微微頷首。那份壓抑着的悲傷，讓在場無數記者都為之動容。妹妹謝婷婷也從國外趕回，她的眼眶紅腫，顯然是哭了很久。而作為前妻的狄波拉，雖然已經與謝賢離婚多年，但那份超越婚姻的親情依然讓她出現在現場，神色哀戚，不時與謝霆鋒低語幾句，協調着葬禮的流程。張柏芝並沒有出現在靈堂內，據知情人透露，她選擇在另一個地方默默哀悼，以免引起不必要的媒體混亂。但她送來的花籃靜靜地擺放在顯眼的位置，上面寫着永遠懷念4個字，落款是張柏芝攜兩子競玩，字跡工整，透露着對逝者的尊重。整個儀式莊嚴肅穆，直到瞻仰遺容的環節結束，家族答謝禮賓時，一個高挑而略顯單薄的身影出現在了眾人的視線中，謝震軒嚟了。他穿着一件剪裁得體的黑色西裝，裡面的白襯衫領口扣得一絲不苟，頭髮梳得整整齋齋，露出了那張令全場幾乎屏住呼吸的臉。那眉眼，那高挺的鼻梁，那薄薄的嘴唇，簡直就是年輕版謝霆鋒的復刻，甚至因為混血感的加持，五官輪廓比父親年輕時更添了幾分精緻的鋒利。他緩緩走在母親張柏芝的身側，雖然他未在正廳，但母子倆顯然是一同前來。19歲的他身高已經超過了1.8米，站在人群中顯得格外挺拔，但他並非那種盛氣凌人的挺拔，而是一種帶着清濕與沉穩的守護姿態。就在這肅穆的氣氛中，意外發生了。或苦是連日來的奔波與悲傷，或苦是現場壓抑的空氣。張柏芝在步出靈堂的那一刻，身形突然微微晃了一下，像是低血糖或是體力不支，閣下踉蹌了一步。就在這電光石火之間，站在他身旁的謝震軒幾乎是本能地，沒有絲毫猶豫地伸出了自己的手臂，一把穩穩地扶住了母親的胳膊，
隨即側過半個身子，用自己並不算寬闊卻已然結實的肩膀，將媽媽護在了身側。他的動作是那麼的自然，那麼的流暢，沒有一絲作秀的刻意，仿佛這個動作他已經練習了千百遍。他微微低頭，在母親耳邊輕聲問了一句雜麼，雖然隔着嘈雜的人聲和快門聲聽不清內容，但看他緊鎖的眉頭和關切的眼神，所有人都讀懂了他是在確認母親是否安好。隨後他將母親的手輕輕握住，帶着她一步一步地走下台階，另一隻手則微微抬起，下意識地擋在母親身前，替她隔開擁擠的人群和不斷閃落的閃光燈。那個瞬間，時間仿佛凝固了。這一幕被高清鏡頭捕捉，並在網絡上迅速傳播開嚟。畫面中的謝震軒眼神堅定而溫柔，那個動作帶着一種超越年齡的成熟與擔當。人們突然意識到，那個在記憶裡全是被媽媽抱在懷裡，對着鏡頭說 "Don't say my mommy fat" 的小男孩，那個在2歲時就懂得用手擋住媽媽鏡頭的小不點，真的已經長大了，長成了可以為媽媽遮風擋雨的男人。這不僅僅是長相上對於父親基因的完美繼承，更是一種精神吶喊的隔代傳遞。謝霆鋒當年為了保護家人，面對媒體長槍短炮時的桀驁與冷峻，在兒子身上化作了此刻默默守護母親的溫柔與堅定。網民們揮趁這畫面自帶電影正律，實在是因為這一切太過美好，也太具戲劇張力。謝霆鋒這一生仿佛天生就是鏡頭追逐的焦點，他的叛逆，他的才華，他的愛情，都像是電影情節般跌宕起伏。而此刻，他的兒子以一種近乎完美的姿態，延續了這種主角光環。只不過，這一次的劇本不是關於叛逆，而是關於愛與守護。回顧謝震軒的成長軌跡，我們不難發現，這個孩子身上那種難能可貴的沉穩與貼心，並非一日之功。作為張柏芝與謝霆鋒的長子，他自幼便生活在輿論的風暴眼中，父母的利益、媒體的追逐、家庭的變故，讓這個孩子過早地體驗了人世間的冷暖。然而，張柏芝這位單親媽媽，用她全部的愛與心血，為兒子築起了一道堅固的城牆。這些年來，張柏芝無論事業如何起伏，對於兩個兒子的陪伴從未缺席。我們經常能在社交媒體上看到他分享的生活片段，陪 Lucas 逛超市，教他做功課，送他上學，甚至在兒子熟睡後靜靜地看着他的臉。他曾說過，他最大的驕傲就是看着兩個兒子健康長大。這種無微不至的關懷，換來的是 Lucas 對母親極度的依賴與保護欲。早在謝震軒12歲時，他就已經開始懂得在弟弟面前扮演父親的角色，幫弟弟整理書包，教育弟弟要聽話。這種長兄如父的自覺，讓他在小小年紀就擁有了遠超同齡人的責任感。而謝家的血脈裡，似乎天生就流淌着這種對家庭深沉而內斂的愛。謝霆鋒年輕時不懂父親謝賢的付出，甚至在奪得金像獎後曾因年少輕狂對父親出言不遜，自問父親拍了幾百部電影，拿過金像獎嗎？然而隨着年歲殘長，特別是自己為人父後，他才懂得了父親的不易。2011年他再次奪得影帝時，在台上含淚向父親道歉，那一句"你才是最佳男主角"，化解了兩代人多年的心裂。而謝賢晚年也曾對着鏡頭感嘆，因為有了孝順的謝霆鋒，他想要再長壽一點，多享受一些天倫之樂。如今，這種對家庭的責任感與對長輩的孝心，仿佛通過某種神秘的基因編碼，直接傳承給了謝震軒。在爺爺謝賢病重的那段日子裡，據身邊親友透露，當時正在澳洲進修流行音樂的謝震軒，得知消息後連夜搭飛機趕回香港。他沒有像其他同齡人那樣在病房裡手足無措或只攰玩手機，而是一直守在爺爺的病床邊，握着老人的手，陪他說話，給他倒水，甚至徹夜未眠，直到天亮。那種安靜而堅韌的陪伴，讓謝賢在彌留之際感到了莫大的慰藉。或苦在那一刻，這位總橫影壇一生的老人，
看着眼前這個酷似兒子又格外懂事的信子，心中是圓滿而磨憾的。葬禮上的這個護母動作之所以能夠引發如此巨大的共鳴，不僅僅是因為 Lucas 的帥氣外表，更是因為這個動作觸動了人們心中最柔軟的部分，關於親情的傳承，關於守護的力量。在現代社區，離婚、單親家庭早已不是罕見之事，但如何讓孩子在破碎或複雜的家庭結構中依然健康、陽光地成長，卻是一個永恆的話題。張柏芝用他的實際行動給出了一份令人動容的答卷。他沒有把孩子培養成溫室裡的花朵，也沒有因為他們出身演藝世家而嬌生慣養，而是讓他們在愛中學會擔當，在風雨中學會成長。而謝震軒的弟弟謝震南 Quintus 雖然在此次葬禮上相對低調，但同樣表現出了良好的教養。兄弟倆在母親的教育下，感情深厚，性格開朗，絲毫沒有因為家庭背景的特殊而變得驕縱或暗鬱。相較於外界對謝家小兒子馬腳生父的諸多無端猜測與惡意中傷，謝震軒和謝震南作為被明確承認的謝家血脈，承受的壓力並不少，但他們卻用一次次的體諒上，贏得了大眾的尊重。謝霆鋒遺傳給了兒子那張經得起高清鏡頭考驗的臉，那是一種連時光都窒到的優越基因。但比這更重要的是，他或苦在不經意間，通過自己對父親謝賢從叛逆到和解的整個歷程，向兒子傳遞了何為家族與責任。儘管謝霆鋒和張柏芝的婚姻走到了盡頭，但在孩子的教育問題上，他們顯然達成了一種共識，讓孩子在愛中成長。謝霆鋒雖然工作繁忙，但他對兒子的關愛從未缺席。他曾在採訪中提及，他會教兒子如何面對媒體，如何做一個真正的男子漢。而張柏芝則給予了兒子最柔軟的情感支撐。這種剛柔並濟的教育方式，塑造了如今的謝震軒，外表清冷似父，內心柔軟似母。當謝震軒扶着母親穿過人群，坐進車裡緩緩離去時，許多在場的記者都放下了手中的相機，目送着那輛黑色保姆車消失在雨幕中。那一刻，大家仿佛不是在送別一個剛剛失去爺爺的星二代，而是在驗證一個新時代的開啟。謝賢走了，香港電影的一個時代似乎也隨之落幕。但看着謝震軒那挺拔的背影，人們又莫名地感到安心，因為那種屬於謝家人的風骨與擔當，並沒有隨着四哥的離去而消散，他換了一種形式，在下一代身上繼續生長。網友們的那句感嘆，謝霆鋒這基因，連保護媽媽都自帶了電影正率，看似是對顏值的調侃，實則是對那種與生俱來的紳士風度和責任感的最高褒獎。在濾鏡和修圖泛濫的時代，這種來源於真實生活、未經編排卻充滿力量感的畫面，才是最打動人的。他不需要台詞，不需要配樂，只是一個伸手攙扶的動作，就足以讓全網在悲傷的洪流中，為這一份溫暖的守護而破涕為笑，或者說，因為這一抹亮色而暫時忘記了失去謝賢的悲痛。謝賢的一生風流韻事不斷，但在晚年，他最為珍視的無疑是家人。他曾說自己年輕時為了拍戲，忽略了家庭，對兒子心懷愧疚。然而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光裡，他看到信子如此出色，看到兒子如此孝順，他應當是含笑九泉的。葬禮上的那一幕，仿佛是一部家族史詩的精彩節算，老一代的離場，新一代的登場，而連接他們的是那條看不見卻堅韌無比的血緣紐帶，以及那份無論世事如何變遷都割捨不斷的愛。雨船在下，但人們相信謝震軒已經為這個略顯悲涼的夏日注入了一股滾燙的暖流。他用自己的行動告訴世人，娛樂圈的喧囂終將散去，唯有愛可以穿越生死，成為永恆。正如他對着媽媽說出那句我想去擁抱你，因為我愛你時一樣。這個家庭的故事雖然充滿了聚光燈下的戲劇性，但納核始終是那份最樸素、最真摯的人間情感。而這份情感，在爺爺謝賢的葬禮上，被他以最電影化的方式，完美地詮釋了出來。